我知道秦云让你去 Inflection 拉投资，你们果然是朋友啊。不好意思 ，Inflection 王大大是我爸爸的老朋友，蒋总若是有空，我们回头一起约王总吃饭。你在门口等我，我马上就到啊。晴晴，不好意思，你是？稍等啊，我不记得现在这个时候有预约啊。你好，我叫蒋正涵。蒋正涵，我知道你，在业界你闹出的风波不小啊。不过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抱歉，我破解了您的密码。你先赶紧回来，有事儿。你来啦。你一会儿好好说话。钱你收到了吧？所以那些钱是你们？这是我们筹给公司的钱，总共105万。虽然不多，但是我们大家都商量好了，以后还可以继续筹钱。这下小爷我就得是股东了，未来你总不能让我们这帮股东退股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对，是郑哥，我真的尽力了啊！虽然我已经和我爸呢，强烈的宣告了一定要给投资，毫不意外还是没给。虽然我没从我爸这儿拿到钱，但是呢，我可以少吃2顿饭。没事没事，你少吃2顿饭就算钱了，尽力了，尽力了。对，尽力了。蒋总，我这边都是我自己的钱，和我家里没关系。之前没跟你商量，大家一致决定筹钱，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这个公司。毕竟，大家都在这儿付出了太多的心血，这个公司现在不是你一个人的了，所以有什么困难，我们一起扛。对，一起扛，一起扛。对。但各位也知道，105万对于公司来说只是杯水车薪，但我拿到了1000万的投资意向书，还有展销会的邀请函，我们的未来势不可挡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天哪！蒋正涵，蒋正涵，我就是没没有装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